由而家開始，飲食業同建造業嘅臨時僱員可以註冊積金易，攞到電子臨時僱員卡，供款流程從此更加簡單。你知唔知以下問題嘅答案呢？一、點解要註冊積金易？二、仲會唔會有新嘅臨時僱員卡？三、以後臨時僱員嘅月結單去邊度揾？問題一，我一直用散工卡同紙本處理強積金，點解要登記積金易呢？因為積金易會統一同埋數碼化所有強積金行政程序，註冊之後你可以隨時查帳戶、供款、整合帳戶同調整投資組合，一站式電子搞掂，慳返時間。提提你，計劃轉移到 eMPF 之後，所有行政事宜都由平台處理，唔再經 BCT， 所以快啲登記啦。問題二，登記咗之後，我仲會唔會收到實體臨時僱員卡呢？支持加入平台嗰張實體臨時僱員卡仲有冇效？登記咗之後，唔會再有新嘅實體卡，所有臨時僱員都會喺註冊積金易之後獲發電子卡。不過之前派嘅實體卡仍然有效，資料基本上同電子卡一樣，但係電子卡會多咗一組你嘅個人積金易號碼。提提你，要成功註冊積金易並持有臨時僱員帳戶，先可以喺積金易網站或者流動應用程式攞到電子卡。記得出示呢張電子卡俾僱主方便供款。問題三，電子臨時僱員卡上面嘅二維碼有咩用呢？有關二維碼可以提交供款資料所需嘅個人資料，僱員可以用平台內置嘅掃描功能，掃描電子臨時僱員卡之後，系統會自動填入臨時僱員資料，令到僱主供款流程更加順暢，同時減低僱主因為人手輸入你嘅資料而出現錯漏嘅機會。問題四，計劃轉移到平台之後，我會有一組積金易號碼，呢個號碼有啲咩作用呢？每位成功註冊嘅成員都會有一組專屬積金易號碼，連結晒你所有強積金帳戶，包括臨時僱員帳戶。換句話講，你可以用呢個號碼一站式管理所有帳戶。問題五，計劃過咗去平台之後，以後仲會唔會收到臨時僱員月結單呢？答案係會，平台完成供款之後會發出月結單。至於舊嘅月結單，你可以聯絡返我哋 BCT。立即行動，你登記咗未？第一步，註冊積金易開戶。無論你有幾多個強積金帳戶，只需要一次性註冊，就可以透過手機、平台或者電腦完成。之後一站式管理晒所有帳戶。你可以掃描畫面上嘅積金易註冊使用指南 QR Code， 即刻下載 eMPF App。第二步，下載 BCT Plus 流動應用程式。另一個好重要嘅步驟係下載 BCT Plus， 保存你嘅帳戶詳情，方便日後核對轉移到積金易平台後嘅資料。所以大家 download 完 eMPF 嘅 App， 記得掃描翻畫面嘅 BCT Plus QR Code 下載翻啦。如果你仲有查詢，可以點做？剛才提過有關強積金行政程序查詢，大家要揾翻積金易。你可以打積金易客戶服務熱線1832622，例如查閱帳戶、更改個人資料、供款、轉換基金、整合帳戶、轉移或者提取累算權益等。至於強積金投資查詢，你可以打 BCT 成員熱線22989333，例如基金資料、多元顧問服務、投資者教育同強積金相關法例制度變動。